各位有志摘星拔尖嘅中四五同學，拎唔拎到5星星，除咗靠運氣，更加關鍵係揾到一個能夠為你提供最強5星星支援、真正有料幫到你嘅導師，助你一舉摘星。呢個中四五拔尖課程涵蓋讀寫聽說4卷精華，魔鬼式技巧配合地獄式操練，務求令到你極速掌握5星星英文思維，喺大考中一鳴驚聞，成為強者，遠遠拋離你嘅同輩，塑造王者英文風範。咁點解我哋係你最佳選擇？過往英文底子唔錯，加入我哋嘅門生，已經成功創造出以上大量嘅摘星佳績，其中包括咗4星、5星或5星星、5星、5星星，甚至 straight 5星星，可以加入我哋5星星，隨手可得，觸手可及。只要符合資格，你就可以直入拔尖班，享受我哋全個補習社嘅傾力支持，為你未來5星星英文之路搶佔先機，最後開展5星星摘星之路。立即 click 以下呢條 WhatsApp link 取得詳細資訊及報名。但如果你仲係唔係好 sure 我哋係咪適合你，歡迎你參與我哋嚟緊嘅1日英文精讀課程。只有體驗過呢一種，你先知道乜嘢係真正能夠幫助到你嘅英文課程。